全國人大會議揭幕，總理李強發表政府工作報告，提到要培育具新智能等未來產業。具新智能同平時講嘅機械人有咩唔同呢？喺國家政策推動下，香港相關產業有咩發展機會呢？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。近年人工智能成為內地同香港經濟發展嘅新動力。其中具新智能即係人工智能機械人，現時發展到咩階段呢？有本地創科公司話，政策支持為業界注入強心針，但要進一步推動產業發展，政府需要提供咩支援呢？總理李強發表政府工作報告，話舊年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順利完成。舊年工作報告首次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，今年話會因地制宜發展，包括持續推動人工智能加，支持大模型廣泛應用，大力發展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、人工智能手機、電腦、智能機械人等新一代智能終端，開展新技術、新產品、新場景大規模應用示範行動，培育生物製造、量子科技、具身智能、6G 等未來產業。所謂具新智能，即係將人工智能融入機械人等實體，再賦予佢哋感知、學習同埋同環境互動嘅能力。近年已經開始喺唔同範疇應用。返到香港，近年亦都有唔少創科公司研發人工智能機械人。呢部伴讀機械人由本地一間公司研發，舊年開始應用喺學校唔同領域。負責人話有中央以至特區政府政策支持，有助推動業界發展。尤其是即係剛剛政府就多咗一啲唔同嘅，即係可能話施政報告啊等等嘅嘢。咁喺呢個部分都係即係有一個嘅。即係想法喺入面啦，咁當然對我哋業界係即係一個強心針。咁但係我哋覺得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安排係需要做嘅。咁第一件事就可能剛剛講人才嘅培訓啦。咁都希望喺呢一個部分我哋自己會做多啲，政府亦都可以多啲嘅，即係可能話無論係資助啊，或者係安排上面可以幫到手。佢又話，本港多個行業近年人手都較為短缺，令人工智能機械人有好大空間發展。AI 推動機械人個需求咧就好明顯，即係都有個增長喺當中。咁而喺嗰個應用範圍，甚至乎都好廣泛。我哋見到包括可能話餐飲啊、零售啊，亦都我哋見到係陸陸續續都擴展到去到醫療啊、物流啊、教育呢啲等等唔同嘅範疇咯。咁其實我諗最主要就係向嗰個產業嘅升級同埋嗰個效率嘅提升咯。咁其實我相信即係 AI 就會為咗呢各行各業咧就有個好新嘅推動力，同埋有個即係多啲嘅機遇喺入面啦。